喺上個星期有讀者報料，見到帶住黑超嘅梁烈唯喺尖沙咀某間商業大廈嘅眼科專科醫生睇病，之後記者就打俾梁烈唯問到病情啦。佢亦話自己患咗眼疾中張病，態度合作，抵讚啊！而喺今個星期，梁烈唯一早現身九龍塘浸會醫院辦理入院做手術，搞好晒就由護士帶上病房。咁老婆 Tina 呢？ Tina 因為工作上咗大陸，所以得翻維維自己一個啊。雖然係陰公豬啲，但有病就快啲醫啦，唔好拖啊！講咗咁耐，究竟中張病係乜嘢嚟㗎？中張病學名叫中心性張翼性脈絡視網膜病變，屬於黃斑病變嘅一種，男性比女性病發率高至8至9倍。有研究指呢個病係由精神緊張同過度疲勞引發，亦有研究指男性服食提升性能力藥物或者激素，患中張病嘅機會亦會增加。對呢個問題，梁烈唯仲識講笑。壓力大就一定會㗎啦，性功能提升就唔需要，本身都夠用。點都好啦，希望佢早日康復，新一年是非遠離佢啊！